来看泽文顶关心土地居住正义的团体，今仔早起指出讲，最近一几档国产署敢若设定土地上权的招标哦，就赚要600亿。因是批评政府，若是讲着要去社会主体，就讲因找无土地，也毋过要卖钱，土地就真良伤。伊嘛指控政府家己就是炒作房地产的凶手。国产署的6条犁野区徛伫市区，台北市嘛有社会主体正咧遮起，毋过有民间团体参地位积极，即块土地就算讲全部用来起社会主体拢无够啊！国产署所甲一部分拨去设定地上权招标，美其名是这个叫做什么活化资产呐、实际上趁着黄牛房市大赚热钱，根本是对民众落井下石。立委统计，国产署最近3档设定地上权的数量有70几件，国标的金额要600亿，批评政府是甲国有土地加做趁钱的资产。嘛指出，前内政部代理部长胡景群话讲，2024社会主体数量有12万户，不过已经完工的才2万多户，呼吁政府应该重新检讨公有土地处分，唔通加做推升厝价的关头。对他们而言，就是说怎么样从国有土地拿到最多钱，就变成他们最大的使命。可是我们一直认为，国有土地作为一个全民的资产，它最重要不是谈它的货币价值，是谈它的社会价值。泽文团体表示，应用个案要凸显的是制度的问题。另外，针对行政院长陈建仁提出使用权主体修法，要用比市价较低的厝租，互人长期税来大，毋过就爱一届6000。因认为社会接受度无悬，讲来讲去，厝价悬才是问题的关键。记者第一文学凯台北采访报道。